玄烨呀，玄烨，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，像你这般狂妄无知，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？好，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，再另立新君吧。小儿就想拿下老夫，天大的笑话！李德福，这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备好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岂敢抗旨？奴才确实在闸里下了那粒伞，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呀。玄烨，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。 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？告诉你，在来之前，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。快起来！只要抓住了鳌拜，官升3级，赏金1000两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吧，送死吧！皇上，你这是想和老夫比试比试武功吗？我说你平时的聪明劲儿都哪儿去了？龙小弟，我来救你！没事吧？易欢，你疯了吗？你这个月的大补丸不想要了吗？义父，对不起了，请恕干女儿要大义灭亲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哥哥和你都服下了老夫的大补丸。我告诉你，一旦毒发，你们会死得苦不堪言。鳌拜，咱们来做个交易吧，你放了皇上，我也求皇上放了你，怎么样？老夫真是看走了眼了。老夫原本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，没想到你这般幼稚。站住，鳌拜！你已经中了我的7步之岛，如果你现在强行运功的话，你在7步之内就会毒发身亡。鬼丫头，你以为老夫会上你的当吗？就算老夫中了7步刀，也会在7步之内一样先毙了你们的命，让你们为老夫陪葬的。
弟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慢点。没事，还好有你的金层背心。拦住他们，我去救皇上。你去吧。死丫头，你把老夫的金蚕背心也给了皇上，看来你对皇上是动了真心了。只可惜，就算是皇上穿了金蚕背心，老夫也一样要他的命。鳌拜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！别人中了我的七步倒，只能走7步，没有想到你追了我们这么多步才倒，厉害！朱哥哥，简青，快杀了这个小皇帝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就是大功一件，老夫就会把你们兄妹2人的大补丸的解药给你们，还会升你为太医院的院判。快，杀了他！朱哥哥，好，你可别糊涂啊！中堂大人，你忘了，我是奕欢的哥哥，当然要帮自己的妹妹。你们这大补丸的解药都不想要了吗？中堂大人，你又忘了，我是大夫，大补丸的解药我会解出来的。老大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居然受伤了。哎，你疯了！你撕龙袍是杀头之罪，是我的。好。哎，等等，皇上，奴才这有手绢。好些了吗？嗯。鳌拜，你别不服气，没想到你这个人不仅有勇无谋，还有眼无珠。站在你面前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，他是皇上的替身龙三。你说他是龙三？护驾，护驾！这边，快！启禀皇上，情况果然如您所料，这宫中藏着数十个鳌拜的手下，奴才按照您的吩咐早有准备，才顺利的将他们拿下。好，擒下鳌拜。这，来人，拿下鳌拜。这，他真是皇上？对，这就是当今皇上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丫头，你白长了一双大眼睛，中看不中用。你可知这玄烨在先皇的皇子中排行老3，龙三的名字是他平时出宫微服私访时的化名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真正的皇上，何来的这等的气象啊？你真的是皇上？3日侍寝的时候，为什么朕要戴着面具？朕跟你说话的时候也是破绽百出，可是你都没有发现。朕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单纯可爱的女孩。华妹，赶紧下跪！你这个骗子！皇上，
了雄心豹子胆了。你不仅敢打朕，还骂朕是骗子无赖。你本来就是骗子，本来就是无赖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够砍你100次头了？砍吧，反正现在鳌拜已经被你制服了，留着我这个猪脑袋也没什么用了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哥哥呢？你知不知道你打了朕要被诛9族的？好啊，你先是利用我，现在利用完了对吧？我没有价值了，你就知道欺负我，砍我的头，还要诛我9族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伤口这么深，你还乱动？你等一下，朕马上让你哥哥过来给你止血。现在都要砍我和哥哥的头了，还止血干什么？朕难道不该砍你的头吗？你知不知道从小到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朕，就算朕的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从来没有动过朕的一根手指头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骗我？你跟我说你不是皇上，你是龙三，我是你的老大。那小弟做错事了，老大教训一下怎么了？那要你这么说的话，还是朕的错了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，谁让你骗我了？不过龙小弟，你不会真的要砍我跟我哥哥的头吧？你说呢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了朕，这要是不惩罚你一下的话，还怎么君临天下呀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刚刚是谁冒死帮你跟鳌拜拼命的？刚刚你确实挺勇敢的。朕原本以为你就算真的担心朕，但也只会躲得远远的。我现在真是后悔了，早知道我就应该让鳌拜把你大卸8块的。朕要是被大卸8块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忘了你跟朕结拜过？你还说我被你玩得团团转，你现在很得意很开心是不是？那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，老骗我这个那个的，现在知道自己牛皮吹大了。我从小生在穷山村里面，我以为皇上都是那种威严的，哪成想是你这种泼皮无赖样啊！我怎么就泼皮无赖了？那你还一直女扮男装欺骗朕呢？啊？那反正你踢朕挨了一刀，又给了朕1巴掌，这事扯平了。不过，龙小，皇上，是不是以后我得跟他们一样，毕恭毕敬的叫你皇上了？那当然了，在外人面前，朕只能是皇上，你就不能胡闹。只不过，私底下，你如果还愿意叫朕龙小弟的话，朕会很开心的。是不是疼死了？所统，奴才在。朕封你为国史院大学士。奴才谢主隆恩。还有你的那些属下，护驾有功，全部每人晋升1级，赏白银1000两。谢皇上，奴才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这。李建清，臣在。朕封你为太医院副院判，赏黄金100两。皇上，臣之医术还不够格担任太医院副院判一职，若是勉强忝居高位，于臣也未见有益。臣护驾乃是臣分内之事，不求封赏，只求当好一名御医。你年纪轻轻就能淡泊名利，很好。不过既然是你救了朕，那就是为朕立下了大功，朕也得赏罚分明啊。你要是不愿意升职的话，那朕就赐你一件黄马褂，准你有急事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穿着黄马褂进宫见朕。多谢皇上。桓大爷，奴婢在。你为了帮朕铲除鳌拜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潜伏在鳌拜的身边，还识破了鳌拜要给朕下毒的阴谋，为朕擒下鳌拜立下了首功，可谓是有胆有识、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。你想要什么？
尽管说出来，朕都会遂你的愿。皇上，奴婢只有2件事想请求皇上。这第一件事，想让皇上撤去奴婢的答应之位。朕本来就要准备取消你答应的封位，封你为嫔，让你做一宫之主。皇上误会了，奴婢不是嫌答应的封位太小，而是奴婢只想做一个小小的宫女。为什么？因为奴婢的满八旗身份是鳌拜帮我伪造的，之前为了迷惑鳌拜，所以皇上给奴婢封了一个答应之位。可是现在鳌拜已经就擒了呀，所以奴婢也没有必要再假意的做皇上的后宫嫔妃了。这有什么的？朕早就想过了，找一个八旗的宗亲认你做义女，赏你们李家一个满八旗的身份就是了。其实这跟几起也没什么关系。最主要的是，奴婢年少的时候家里给奴婢定了亲，虽然奴婢的未婚夫前几年外出游学，暂时失去了联系，但是婚约还是在的，所以奴婢没有办法侍奉皇上。你的意思是，将来有可能还是要出宫，去跟你的未婚夫完婚？这大清朝跟历代历朝都是一样的，推崇信义为先，这婚约自然也要遵守，所以奴婢就不能侍奉皇上，希望皇上成全。你既然不愿意做朕的嫔妃，那朕也就不强求你了。你毕竟是立下了大功，朕也不会让你做一个普通的宫女。这样吧，朕就留你在御书房，做朕的笔墨侍书。等将来你的未婚夫有了消息，朕就让你出宫去和他完婚。奴婢谢皇上恩典。这个笔墨侍书，以前宫里是没这个职位的，而是朕特意为你而设。你既不是后宫嫔妃，也就不适合住在东西12宫中的任何一宫之中。这样，让人在后宫之中找一处幽静的住所，赐名永乐斋，暂时拨给你住。谢皇上恩典。那你的第2个要求呢？我第2个要求很简单，奴婢知道皇宫里有一个宝库，里面有好多奇珍异宝，奴婢想进去转一转。你还真是个小孩心性。好，朕准你了，准你去宝库逛一逛，顺便挑拣自己喜欢的宝贝，就当是朕给你的赏赐。多谢皇上恩典。石叔姑娘，哇，请。公公，这皇宫宝库里面有这么多的宝物啊！是啊，我都不知道挑什么了。石叔姑娘，我跟你说，这宝库中的奇珍异宝啊，有数十万件。姑娘喜欢哪一件，告诉我，我来帮你选。李公公啊，您可知道皇上为何让我来选宝物啊？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如今姑娘可是皇上身边的大红人呐。我在这宫中已经30、4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奉旨到宝库中来选赏赐的事情啊。这皇上啊，让我来挑宝物啊，实际上是给我下了道密旨，是让我来这儿找铜匣的。哎，但是这事儿除了皇上知道，只有你我知道，不许告诉第4个人啊。奴才明白，姑娘你放心，我在这宫中当差好几10年了，就一样好处，嘴巴紧，从来不乱讲话。这个好，继续保持啊。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册子啊。姑娘，这宝库里的所有宝物啊，都在这个册子里面。我们看看这个铜匣，这个是铜匣的，你看看，这个宝库里的铜匣呢，一共有174件，不知姑娘想要哪一件啊？李公公啊，这个铜匣呢？姑娘饶命啊！姑娘，
什么？铜匣被鳌拜拿走了？嗯，李公公说大概3个月前吧，这个鳌拜呢私自拿走了一个铜匣，还叮嘱他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我去登记册上看到铜匣的形状，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。恐怕不是鳌拜私下拿走的，是李公公亲自拿去献给鳌拜的。这个李公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鳌拜的内奸，所以他在言语中呢为自己脱罪遮掩。哎，朱哥哥，我可听了你的话啊，没有揭穿他。你刚才说什么？3个多月前，那不正是义父告诉我们铜匣秘密的时候吗？难道鳌拜也知道了铜匣的秘密，所以抢先一步拿走了铜匣？可是鳌拜怎么知道铜匣的秘密呢？难道我们明珠谷出了奸细？奸细？我觉得会不会是鳌拜觉得那个铜匣很顺眼，自己比较喜欢，就顺手拿走了呢？环美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。皇宫的宝库中有数10万件的珍宝，鳌拜偏偏选中了铜匣，一定是铜匣的秘密泄露了。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明珠谷有内奸了，那怎么办啊？眼下之计，只有想办法到鳌拜府上拿到铜匣，在暗中通知师傅们排查谷中所有人，找到奸细。学姐姐说的有道理，之前这康熙啊，一直担心我中了大补丸的毒，但他不知道咱们已经把毒悄悄的给解了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借口找解药，亲自搜查鳌府，康熙肯定会答应我的。环美，康熙一直对你言听计从，就连你之前打了他一巴掌，他也饶恕了你。但是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的柔情蜜语所迷惑。朱哥哥，哎呀，你在其他事上都挺大气的，怎么这件事上这么小气呢？我接近康熙，还不是为了帮你实现为你父皇报仇、光复大明的梦想，结果你还怀疑我。对不起，环美，是我想多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等我们拿到了铜匣，一起撤出紫禁城，再也不要见康熙了，好吗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哎呀，说实话啊，在这皇宫里呢，有最大的老大罩着我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玩什么随便挑，这种感觉还真让我轻飘飘的。我还想多享受几天呢。你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只是把我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而已嘛。为了不让你生气，我保证等找到铜匣以后，跟你们一起撤，行了吧？老大，谢谢你。要不是你的金蚕背心，说不定小弟就再也见不到老大了。哎呀，这个金蚕背心我穿着也没什么用，我跟这世上的人无冤无仇的，也没有人想害我。倒是你，虽然高高在上，所有人都对你很恭敬，指不定多少人想害你。拿着吧，给你了。既然你这么关心朕，那朕可就收下了。你知道这件金蚕背心的来历吗？我只知道这个是先帝赐给鳌拜的。这件金蚕背心呢，是前明崇祯皇帝的贴身之物。这个崇祯皇帝生性多疑，唯恐被人刺杀，所以花重金从海外购得了这么一件宝物。可惜啊，最后他还是丢掉了天下，吊死在了梅山。就跟这个鳌拜一样，曾经权倾天下，现在不也照样变成了一个阶下之囚？所以啊，这执掌天下之人，可不能靠什么宝物防身，必须以仁德治天下。只有天下太平，这做皇帝的才会太平。龙小弟，你这一本正经说话的样子，还真像个皇帝啊！什么叫像个皇帝？朕本来就是个皇帝。是，而且，朕会说到做到。哎呀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大补丸的那个毒发作了。那怎么办呀？
我已经命索额图去查鳌拜府了，命他一定要找出大补丸的解药。不，这索大人吧，他去找，他即便看见了，他也不知道哪个是。要不然你还是让我去吧，我去搜吧。不是，可是你这样能坚持住吗？我其实刚来的时候吧，吃了我哥哥给我制的那个药，虽然不能根治这个毒吧，但是可以缓解一下。你让我稍微缓一下啊。好多了，应该没问题了。行吧，那你就赶紧拿上朕的金牌，去鳌拜府查吧。老小弟，如果我去搜的时候看到一些金银财宝，我能不能顺便带走点儿？老大，你在宝库里边挑了那么多宝贝，还不知足？钱是个好东西嘛，多多益善啊。你呀，真是个小财迷。所以，龙小弟，你这话是答应了？啊，谢谢龙小弟。这样，等我发了大财以后，一定带你去京城第一酒楼吃顿好吃的，行不行？嗯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还不去？石树姑娘，这都是为你准备的。来，尝一尝，应该是不错的啊。清点一下。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啊。翡翠时间，这边。的确好吃。等一下。啊。表姨夫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过目。啊。这大补丸的解药，府中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都搜了个遍，还是未能找到。这怎么能行啊？大补丸解药是最重要的东西啊！皇上说了，掘地3尺也要找出来。继续搜。是，卑职这就亲自带队再去搜一遍。快去。你走。这，石树姑娘，这是查抄的物品清单，您长长眼，过目。不用看了，这个不对。不对。哪里不对啊？啊，石树姑娘。这个清单啊，肯定不对。这不对吗？好，石树姑娘，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好啊。走。